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。顶站咱来讲，一个查囡仔10月花胎，伊的爱人甲安讲哦，我送你一个什么高贵的礼品。正月讲一项，2月讲一项，讲来到6月，拢总无影。1个月甲按过1个月，无怪这个查囡仔用礼。即摆来到7月，讲安安你敢知？继续甲听看卖。讲花胎7月半，按娘手多寒，交托你，无影爱风看。花胎8月小，按娘金手表，交托你，无影红爱笑。花胎9月9，按娘金鱼交，交托你，少年按甲老。哦，7月半讲吼，我送你手多寒，无影你也摕来互看，对无？过来换8月，这拢讲斗句的哦。较早这车古歌月按真出名哦。8月小，按娘金手表。前瞻国政有招你探讨过，按就是甲你参详讲吼，敢会当互我一段期间了后，才来完成这个条件。我甲你借钱，互我按1礼拜才行你好无？袂使，限3天。共这里按甲限，发音2种，意思拄啊颠倒变。即马讲来到8月讲要送我金手表，无影红爱笑。过来换花胎9月9，按娘金鱼交，按讲吼我下转来一定送你金鱼交啦。这个查囡仔无影无食，看到伊这个爱人安尼乌白转，伊就用礼啊，交托你啊，吼，交托去补少年按甲老。过来换10月，吼，10月花胎囡仔嘛要落土啊呢。花胎10月收，按娘保公侯，交托你，无影老夭寿。花胎11月，按娘赤皮鞋，交托你，无影袂晓衰。花胎12月，按娘骹白鞋，交托你，无影结丧事。好，花胎10月收，囡仔都已经生出来，甲我讲要补一领新的袖仔来，无影啦，即摆已经足歹听，讲伊老夭寿呢。过来11月、12月，讲要按娘骹白鞋，总讲啦吼。要送我鞋无影啦，无影你就袂晓衰，无影你就结丧事。所以，这个查囡仔咧讲咧歌，较早这条月按是真出名。啊，劝人讲吼，讲会到，咱就爱做会到，较实在。